第3节，后日行到约旦河去，行兄遥记免地伴，也是地也客主，不我阮到甲南花。我就今时，我就今时，永远高照煞接圣诗388首，这首是上用哦，毋过咱真久无唱啊，咱来唱一届，荣光归圣父上帝。阳光归圣父上帝，阳光上行上心颂归天，在你天，在你天，将来也永远的天。阿门，阿门。安尼有较俗啊吼，来，搁来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唱一届就好。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错，无论风雨也变情，伊拢地作伴。咱着少年伊的恩，日日也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即条暗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这寒冷的天气，犹原住一伫遮，嘛互阮伫昨昏的地当中有平安。恳求上帝，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会使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看，会使明白你要互阮知影的道理，互阮安静心来准备礼拜，安尼伫聚会进前，安尼祈祷，一切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上帝啊，你的主爱那遐宝贝，世间人拢来见伫你是够的保护的，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食，你要互因淋漓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对你的光，阮看见光，愿你继续施落主爱，互捌你的人，施落公义，互心内正直的人。请撒格来吟诗俄罗上帝，信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慈悲疼咱的天父上帝。今日早起，阮搁再聚集伫你的面前，是靠你的恩典，毋是靠咱家己的能力。愿你的信心伫即所在运行，带领阮的心安静落来，专心来敬拜你。主啊，阮要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性命快乐，看顾阮逐工的生活，特别伫即个年尾最后一个主日，咱过月头看即年，虽然有挑战、有艰苦，毋过你的恩典拢够阮用。感谢你带领阮行过这2025年。主啊，阮也诚实来到你面前认罪。阮常常为着家己的方便来行代志，忽略你的旨意，也欠亏身边的人。阮的思想、言语、行为，有时无照着你的心意。恳求你赦免阮，用你的怜悯洗除阮的过失，互阮搁再得到今生的活命。主啊，顶礼拜阮教会嘛完成今年圣诞节期所有的典礼甲活动，8楼的会堂嘛整修完成启用。感谢主，伫这段期间感动众兄弟齐心合一，付出家己的时间甲金钱，为主做工。传播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互众人拢会当感受为你来的平安喜乐。愿主接纳纪念众同工所做的工，荣耀全归主。主啊，今日阮为着教会来向你祈求，求你继续看顾阮的教会，保守牧师、长职甲一切服侍的同工。赐智慧、力量，甲谦卑的心，互教会所做每一项事工，拢是为着见证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嘛，求你纪念阮中间软弱的人，身体有病痛、心灵忧伤的，面对家庭工课有重担的人，恳求你亲自安慰。医治扶持因，互阮伫新的一年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
主啊，阮嘛为着即个社会、即个国家来祈求，求你引带掌权者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愿你的和平临到混乱的世界，互黑暗的所在会当看见光明。主啊，阮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求信心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愿你的话改变阮的心，带领阮伫生活中实践信仰。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咱三个来交读启文第6篇，也就是诗篇16篇。我来启，兄弟来引。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主，你是我依靠的源头。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受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山野，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这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请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圣经伫马太福音第2章第13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3节，新上家离开了后，主的天使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住遐到我讲通离开的时，因为希律伫找即个细汉囡仔，要甲伊杀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透暝离开去埃及，住伫遐到希律死。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希律一个知影，家己互新上家骗去，非常生气。就找人将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照伊对新上家详细查问的时算去，2岁以下的拢杀死。这个代志有应验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伫拉玛有听到声。天哭真悲伤，吕杰为着伊的囝在哭，毋肯受安慰，因为因拢无去啊。希律死了后，主的天使伫埃及，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因为要害细汉囡仔的性命，迄个人已经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约瑟听见阿基勒接续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的王，毋敢倒去遐。后来伫面梦中得到指示。
就退去加利利境内，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住伫遐。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伊要叫做拿撒勒人。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予听伊的话的人，只是要请信歌队来学罗上帝。所要引的诗歌是赞美。这是要请朱义胜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平安脱险。弟兄姐平安。这礼拜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咱顶礼拜差不多通世界有教会的所在，拢咧举行迎子庆祝耶稣圣诞的主日。啊，伫这个主日会发生的进程甲后壁，咱毋知有捌去思考，也去注意到圣经所记载另外一项代志也无，请担心阿头的祈祷。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会听，呼召阮成做你国度的子民。因为你会听，你为着阮会做，看无家己死伫十字架顶。第三日照你所应允的，你有过我，互阮才会相信你的人，阮嘛有活命的愿望。伫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主，阮阁一摆要对你的圣经的教示，
来思考你圣诞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你要出世伫人的中间，用人的款式来亲近阮，诚做阮的朋友，那安尼佫诚做阮的救主。阮将煞接的时间，恭敬仰望伫圣神的带领，求主你的神教阮伫地，开阮逐人的心，互阮所听到的，会当伫阮的生活上，诚做你的见证。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这个代志就是为什么当东方遐个博士，即摆圣经翻叫做星象学家，因伫星的带路下面也来到伯利恒。当因要到伯利恒进前，因大先去找希律，要问讲拄出世，即个王是伫咧倒？因为一般的人咧使用课，王出世应该就是伫咧国王住的所在、皇帝住的所在，是真舒适真美丽的所在，敢毋是咧？就好像今仔日咱厝的老细囝出世，因会出世伫倒？大多数拢是出世伫病院的即个妇产科，然后出世了后就互护士简单的清洗了，包好势送到伫育婴室。育婴室伫内底有足侪囡仔，就这新生儿的父母拢会去迄育婴室门口的玻璃，窗外口伫遐上看倒一个囡仔，倒一个婴仔是因兜的。这个经验，伫牧师娘生头前仔的时，就是我第一个女儿雅云出世的时，我嘛共款。不过阮去的迄个妇产科较细间，所以无遮侪婴仔通找，敢若2、3个、3、4个安尼尔。所以一看就讲伊倒伫倒的安尼吼，他躺在哪边？总是即3个博士因对真远的东方，毋捌经过偌久的时间，因来到希律王所统领的这个犹太省，要来找拄出世的这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因毋知要去倒找，全咧用人的思想，因就去到伫希律大的所在。要来问希律讲，拄出世的婴仔，迄个王伫倒落？哇！即个希律王着生惊呢，就紧诶，叫遐伫王宫内底下只经学师也好，文书也好，紧诶去找圣经，去找资料，到底即个拄出世的王伫咧倒？找，有偌久因就来报告希律王，即个婴仔。伊照圣经的记载，是出世伫伯利恒。伯利恒，可能咱今仔日对伫台湾我的了解对台北坐高铁到凤山到高雄，1个小时又32分钟，速度足紧的对无？较早毋是咧，较早坐上紧的迄个自强号嘛爱差不多要到4点钟久，对台北到高雄。我较早伫台湾县医读书的时，既然水拢爱收派去南部请安报告，我拢习惯坐迄个高路局的即个高官号，因为上车开叮当离开车站，我就安尼足放心困。因为我要上车的时，我有甲司机交代，讲高雄头一个迄个交流道落去，会当停车的所在爱甲我叫。司机嘛有安尼记条伫伊心内底，所以逐摆拢无安尼困过头啦。为啥我无去坐火车？因为我几啊摆经验就是坐火车我拢坐过头，都错过站了。坐过头变啥？只好伫原来迄个落唔滴坐过头的火车站，再搁坐往北的火车，到我爱落车正确的所在。本身我有迄个
幽闭恐惧症吼，所以我嘛唔爱坐火车。差不多火车吼，对新竹来开吼，也种对台北来开，上过5个车站，我一定会落火车，啊无离开火车，伫咧月台行来行去，行来行到车要已经开始叮当啊，我才紧对车门的爬上火车，啊去到我坐的迄个车厢，啊坐伫我爱坐的位啊。啊，操，逐站拢安尼哦。哦，我毋敢伫火车顶头，放心伫遐坐，甚至足安心伫遐困，因为会惊。哦，啊，坐公路的吼，我袂惊，创也袂惊，因为公路敢一个车厢尔，哦，啊，30个位啊，啊，你就是迄个位啊坐，哦，啊，你也袂去惊讲，啊，我会到位袂？啊，我会过站袂？拢免去惊遐代志。所以车一叮当离开台北市，差不多到新北还是三重埔的时，啊，我就困去啊。总是这3个博士因对倒要去找这个拄出世的王呢，找无嘛毋知咯。所以因就去问希律，后来希律讲哦，安怎行安怎行。因就来到耶稣出世的迄个马条的迄个马座遐，啊，献上因所揸来礼物，黄金、乳香啊、木药。了后，伫天使的指点下面，因对别条路转去，无搁转去找希律，嘛无甲希律讲到底耶稣出世的迄个正确的地点，然后。天使天君因就到伫伯利恒的这个旷野，吼，甲当时社会阶层上界低的遐靠样的人报佳音。我问咱一个问题吼，咱在座今年有参加报佳音的，请举手一下。哇，大多数拢无吼，因为大多数伫迄天，就是一定差不多是拢较厝里的人，若毋是伫厝的。食点顿，就是出去餐厅食这个圣诞大餐，哦，啊，所以足多人参与教会的这个报佳音的活动，啊，无所以叫我伫国中、高中的时阵，逐年的这个圣诞暝，就是迄个圣诞节前一暗，哦，啊，阮就规定哦，差不多20-30个徛骹踏车，啊，无就烧菜。哦，拢脚踏车哦，啊对一副迄个教会的迄个兄弟姊妹哦，因要互人去因兜报佳音的这家庭，一户一户，差不多同心的声拢洗头，啊洗到尾啊吼，会无聊嘛，啊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唱有关圣诞节的歌，毋管是台语的、华语的，还是英语的，伊一开嘴唱吼，差不多3-4句了。就规定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拢对咧唱，哦，拢对咧唱安尼。啊，规安尼吼，啊，就唱，啊，就一户去报佳音。啊，伊个迄个时阵吼，无大概咱台湾一直到最近啦吼，气候伫今年的圣诞节的前一天，才规降落来，开始寒。啊，阮较早迄个时阵，毋是逐年拢寒，所以出门吼，全副武装，毛线帽，哦，因开脚踏车嘛吼，啊，手套，哦，手套，啊，围巾，啊，大衣，哦，啊，为了穿雨衣，啊，避免啊，因为气候冷，啊来感冒。啊，报煞，大概天拍蒲光吼，最后一站就是教会牧师因兜，哦，啊，伫牧师因兜。安尼欢喜了，哦，啊，阮这查甫囡仔吼，青年人就安怎去甲教会开始烧钱，找椅仔较好的福音床，迄是教会椅仔啦吼，啊，就拢倒伫咧顶头困安尼吼，困啊天拍无光，因为较早过两工12月25拢休困，哦，啊伊嘛有做新献纪念日，啊有通去休困，哦，我会记得吼，伫初中。3档，高中3档拢安尼，还是一个真水真好的回忆。
啊嘛是通讲是真欢喜，啊嘛真忝的记忆。啊，这三个博士转去，哦，啊，顾因为因接到天使天君的这报告了嘛，去看耶稣，了后因离开。啊，这时希律发现讲啊，我用骗去啊，所以就叫人将伯利恒甲附近的乡舍2岁以下的婴仔拢杀死。所以伫这个圣诞节期欢喜的代志进前，哦，甲在后壁相差无3、4天的代志，有一场婴仔2岁以下的婴仔，互希律杀死，啊，拢毋知伊的名，因为圣经也无写，哦，圣经嘛无写，啊，独加一个，或者耶稣，我这个足加在。嘛，因妈妈顺服上帝的旨意，对在世女吼也有信，吼，迄对圣神来有信的。啊嘛无因爸爸约瑟，甲因妈妈离掉，也是甲因妈妈吼用迄个奸淫的罪拍死，拢无。哦，然后因爸爸嘛顺服天使的即个吼伫梦中的指示，紧起来。3个困啊，一半互地人惊醒的人有无？我相信是袂少啦吼。4级呢，我倒面床的吼，要起来毋是，哦，咱心得啦是4级啦，啊发生的所在距咱才7级啦，哦，啊，然后迄年的迄个921大地震，根本爬袂起来，所以我插伊啊，飞机来倒落来吼，规栋楼。就倒落来嘛，嘛无法度走。啊，所以啊，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家己自然交互用上帝。其实我的心内嘛会惊呢，所以我伫咧大喊讲上帝啊，上帝啊！啊，一时安尼尔，哦，迄个地动就过啊。总是我毋敢困啊，倒伫面床毋敢困，嘛伫遐闭半心，确定佫有余震无？个有没有余震安尼吼？啊，感谢主拢无安尼。啊，无顺利安尼吼，嘛生惊起来就开始问，先问雅婷吼，你有没有事？你有没有事？没事。啊，问雅云，雅云说我在洗手，不知道要跑出去，要不要还是不要跑出去？我拢有听的吼。啊，然后再靠我房间门，啊，佢讲啊，爸爸你有代志无？我讲无啦。哦，我倒啊4只拢无代志。总是约瑟，哦，圣经咪描写讲，伊就随时起来，带着耶稣，带着因某玛利亚，做阵走去埃及，去撇华语讲避风头，台语讲去走去闪去遐避起来较安全的所在，避免耶稣去希律杀死。虽然基督徒。咱常常拢会听到一句话，哦，拢会问讲：啊，我要安怎才会知影上帝旨意，还是上帝带领？较保守的回答是讲，只要行伫上帝旨意内底的人，拢是遵趁上帝旨意，甲教义的话、教义的教示去做的人。毋过，这种的回答，相信嘛袂少人。袂满意，所以呢，因就真要急去找一寡所谓的先知，还是讲所谓的会讲方言、会讲语言的人，要去知影讲到底边仔咧看共款这本圣经，对旧约创世纪到新约启示录，拢总66卷的圣经，你甲我讲，上帝甲你讲啥？但是遐拄着对的先知，也是会晓解读圣经的人加在你找着人，啊，万不伊你也去拄着神棍嘞。即摆社会真侪骗，迄个共欺骗的人尤其互骗的足侪拢是迄款高知识分子，
大学教授啦、副教授啦、专科的老师啦、高中的老师啦。为什么？因为因感觉讲我袂互骗，总是我会当更较好业。结果是啥物？迄钱互人有去无回。电视最近嘛一直咧广告。尤其进前我相信咱大多数人拢有去领着1万块。迄个普发现金1万块。政府嘛伫遐广告讲，除了政府甲咱通知的以外，拢毋好相信，因为很多遐咧共欺骗的人嘛利用迄机会咧甲咱骗，看会当对咱手中骗着迄1万块无。所以嘛，电视咧报讲嘛有袂少富人人，甚至先生戆戆去互骗就对迄个变现去提款机 ATM 遐，就饲迄个密码，迄个提款卡插入去饲密码，就1万块吐出来。毋是家己摕迄袋是迄个变现讲，你这样钱囥我遮，我后礼拜会当互你搁加1倍2万块，买无？老遮好康的牧师嘛买，无可能嘛，对无？所以有啊，我会记讲伫阮囡仔，阮囡仔还搁伫新竹的时，囡仔因还搁读初中的时，有一天阮就接到有一通迄诈骗集团的电话，讲囡仔伫因的手头，阮若要找囡仔转来爱偌济钱，恁就约会到未？讲爱50万。叫我都甲囡仔换转来，边就有一个囡仔伫遐哀，爸爸妈妈甲阮救啦。然后阮某孙女较冷静，甲讲，小等你继续甲伊讲，伊随敲电话去补习班，问讲因放学未？囡仔补习补完未？补习班接着倒来讲，阿伯阮未啊，阮阮嘛是惊有人会来偷带囡仔，你紧来。所以牧师娘就徛后倒摆去补习班的要载，有2个囡仔伫遐补习要载因转去，转去厝的安尼。这是上帝恩典啦，毋是讲牧师足巧的，也是牧师娘足冷静的，一切拢是上帝伫暗钱中咧甲阮保守。若无阮哪有可能？一听到迄电话绝对你知影起码阮妈妈也伫的。也未去上帝引导也伫的好紧张到伊随去伊的房间啦，伊所有伊囥这所在去悄悄的算到50万，跳我讲，紧来紧去找看是伫倒去甲囡仔换转来。我甲伊讲母啊，免紧张啦，迄毋是甲咱厝的囡仔掠去啦，你毋知啦，迄阮孙呢，伊会紧张。老大人会紧张，我唔要紧，你放心。拄牧师娘的名字说，我所以有打电话去补习班问，因还未下课，所以伊即晚要去载囡仔转来。妈妈嘛讲安尼半信半疑较问啊，是真也假的安尼。所以有袂少基督徒，甚至信主久久的，嘛会伫遐摇伊讲。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的保守？咱捌有这个问题无？我相信一定有。总是家在咱逐礼拜拢来教会，嘛周间嘛会来教会。毋管是参加小组也好，还是不管无共款的组别，聚会也好，还是礼拜日的礼拜也好。咱拢会来教会，所以咱袂去马口的这神棍引诱，因为牧师有受过神的训练，所以照着神学的教育，所以阮会当真正确来讲解圣经的道理，互咱知影讲原来，比如讲今仔日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的记载，到底是啥物意思？毋过伫即段圣经内底记载，
又讲到3个吼，伫这段记载进程，哦，讲到3个梦、3个预言，甲3个应验。梦，迄个吼，迄3个博士，因要离开时，哦，有上帝使者甲因指示讲对别条路转去，当然无甲因讲理由啦。啊，圣经嘛无写讲因问讲为什么。哦，今仔我著读啊吼，一个吼大学的教授还是副教授吼，一个博士吼，我一定会问讲为什么？为什么？啊，阮就对遐来，哦，足熟的嘛。啊，叫阮对别条路，啊，着搁豆问，想讲话哦，路线的话，喙的，啊，我着搁规路问转去呢。总是圣经无安讲，即3个博士因有旧约也无，因着顺服就走啊。然后再讲样的，因看见耶稣照天使甲因讲的，迄个上天被布包咧，的红鞋啊，了后。因就转去旷野继续顾因的羊。约瑟得到这个梦了，伊身边起来，带耶稣、带玛利亚走去埃及去避风头。天使讲等下，我甲恁讲会当转来，恁才转来。所以看伊讲。若毋是上帝的旨意，咱决定咱绝对无可能会当闪过真济，伫咱人生中有真侪的即个无顺事。第二，马太福音伊的用意是啥物事？马太福音是一本小犹太人的即个福音书，福音。伫迄经节内底，主要是要表明耶稣是一位比摩西更较伟大的即个拯救者。希腊语讲做基督，希伯来语讲做弥赛亚，弥赛亚。因为伫摩西时代，是讲即伫因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足久的代志啊。因也有共同的即个记忆，就是因的祖先伫埃及地做奴隶受苦，伫遐做苦工，甚至嘛无材料通互因，要做庄啊啦，要做啥物拢无。所以后来摩西受欺骗，转去埃及，经过10个灾难了后，才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伫旷野因遮祖先嘛无真顺遂呢，无通食，就伫遐咧埋怨摩西，阮伫埃及苦蒙苦，枵蒙枵，上无嘛有韭菜通好食，上无嘛有葱仔通好食，你叫阮来遮旷野，也无水通啉，也无物件通食，要叫阮伫遐枵死哦。所以上帝摩西就甲上帝祈祷。上帝就对天降吗哪，然后甲摩西讲：“你甲因讲，叫因兜的人野，甲点顿的需要，捡一工够野的吗哪，等去食就好，毋好贪心加捡哦。加捡会变啥？顶头会生虫，无通好食。独独会当加捡是啥物？安休日整一工。”敢若安休日整一工，才会当加捡一工的分野。像食斋食惯势啊，开始嘛咧爱啥？无肉通食。所以上帝听摩西祈祷了，就对天做者安迄个放假飞来互因掠。我放假足乖咧，飞来就求住遐，因去掠拢袂飞走呢。就照恁兜爱分野掠转去食，唔好加了，加了嘛是会无去。敢若安休日整一工会当加掠，迄拢有条件的说明。无水通啉呢，上帝叫摩西用管影讲盐石、讲石头出水，互因啉。总之因嘛是还款共款，
袂顺服，是讲你是有分挑，暗时有黑条咧引带因，哦，咧甲因掠查保护，因嘛袂满足，所以到后来入去迦南地，伫摩西迄个时代，敢两个，约书亚甲以列，因为这两个是起码10个探马内底，因当来坚持讲行，咱来入去迦南地，哦，甲摩西报告时，足有信心讲，遐吼哦，迄是动作不搁足多吼，啊物件搁好食，咱行，上帝等于保守咱。所以头一代对摩西对埃及出来，遐拢死伫旷野，啊，这两个无。哦，啊后来伫约书亚带领下面，哦，因对，哦，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迄个老年甲密的所在，啊，这拢是因犹太人自细汉就开始听，即个经文也好，哦，啊故事也好，哦，啊到大汉，所以对因来讲是一个共同的记忆，哦，今仔个因即群人是因为有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毋过咧，耶稣免怎来带因咧？哦，咱看耶稣红顶是伫界顶的时，下底嘛有迄个经学师，遐个法利赛人讲：你若有才调，你对顶头落来，我就相信你是基督。总是耶稣无互这言语刺激，才照因讲的跳落来。耶稣毋是袂当的哦，请问，如果你若会当的，你会做无？我相信咱会，哦，用人性来讲，咱会去做这样代志。毋过耶稣无，因为伊要完成上帝差派伊来到世间，用人的款式。道成肉体，就是要拯救全世间的人，要互遐有罪人，因为相信伊得救了后，会当成做上帝的子民。所以第二项，咱来思考耶稣出世的意义。头一项就是讲去平安脱险的耶稣。耶稣出世这项代志。上帝的出手，上帝的介入是真明显的。第一声就是天使去甲玛利亚讲，迄摆玛利亚还未嫁人哦，干那订婚尔。哦，你要对圣神有信，哇！伫迄个时代，妇人人尤其是犹太人，若安尼吼无缘无故有信吼，因唯一的命运是啥？互钉死。互用石头，哦，因仔个离婚了，拖去公会，互人用石头钉死。总是咱看圣经的记载，玛利亚讲啥？我是上帝的女婢，我愿意顺服。请问，在座咱每一位，咱有顺服上帝旨意也无？还是咱用人的意思较赢过上帝的旨意？咱看起，这个耶稣，当伊顺服的时，上帝差遣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毋是出世伫个皇宫内底，毋是出世伫个今仔日款吼马街病院也好，点经病院也好，也是一寡大间病院的即个妇产科的迄个产房内底，拢毋是，是迄精细大的马条。迄个马槽内底，我唯会当想象讲，迄个马槽到细汉吼，阮兜有饲猪，迄猪槽吼，就是互猪食喷的所在啊。哦，阮逐工拢爱甲猪洗身躯，甲洗猪条，甲洗迄个猪槽。迄猪槽，迄马槽是咧创啥？就是互雇养的人因囥牧草。伫个顶面，迄内面，互羊啊，互驴啊，
互落倒食。哦，是即款环境足差的所在。总是耶稣无甲上帝阿求，无伫遐抗议，我无爱，伊无，伊顺服上帝差遣出世伫马槽内底，所以上帝就保守伊伫2岁，伫差不多2岁迄个时阵，险险向抬头抬死，总是伊无伫伊的老爸约瑟、老母玛利亚即个保护下面。伫伯利恒去到伫埃及，咱看见讲吼，有一句话安尼讲：顺服上帝旨意，甲听从上帝即个命令的时，就会当啥？会当保守咱的性命。所以咱看第2项约瑟顺服的结果是啥物？约瑟把世界伫伊的梦中得到上帝的指示，即世界梦，即个做梦，约瑟有4摆会顺服，互原本即个危机四伏的即个处境，会当化险为夷，会当平安经过。所以当圣经安尼讲，除了伊以外，无别的拯救，因为伫普天的人的世间，无属下。无想使别个名，通好挖靠来救咱的性命。这是圣经甲咱讲的。那安尼，咱也要去找治罪，挖靠谁呢？第3，离开埃及的耶稣。埃及这个所在是犹太人因集体记忆的一项代志，是因的祖先做奴才的所在，去用鞭拍。食袂饱，啊，搁甚至无物件通好做，爱做会遐，不管庄也好，还是啥物，啊来起围墙啊，拢无。伫遐看了啥？啊，有因祖先的天靠，甲即个哀求，因为因受到埃及人的苦毒，互因做奴才。后来，伫摩西会带领下面平安离开埃及，出埃及。即咱会当去看出埃及记，迄个过程。即个中间，当因出来时，来到红海头前，前有红海，后有追兵，死啊！真正死啊！如果有一天，咱拄着危险。迄其种桥拢有河，有河拢有桥啦。你捌去过迄个无溪水也好，河水也好，迄个河无桥的所在无？然后后壁佫有一阵迄个野狗咧，甲你追，你要安怎？前有河水挡路，后有野狗追，要追着你咬你。一切的人因就是安尼，所以后来上帝叫摩西记到了，用伊手中的管啊，拍对红海的这个水面，奇迹出现，水双边分开，出现大队，最后一个对这边到迄边上岸的，就是摩西。啊，当法老看到因安全过去啊，嘛叫伊的兵，叫遐马车拢爱对过，叫因来甲中间上深的所在，红海佫合起来，遐要对以色列人的这埃及人的这军队，拢死伫红海内底，伫旷野。照即卖研究讲。对出埃及因出去的所在，到伫今仔以色列建立国家的所在，正常莫讲骑马开车，还是讲用行路的，3天上计6天就到位啊！因竟然爱伫旷野流浪40年，咱有法度想象无？然后这40年衫无破，鞋仔嘛无害。那那个马那通食，
有加水通食，有泉水通啉。尾啊，因就进入上帝所应允互因的祖雅各，就是以色列所要去的所在，老年甲密的这个真水的迦南地。咱看耶稣，伊甲摩西共款，伫摩西拄要出世的时候就险死啊呢，加在上帝保守啊，通过迄两个助产士。而且暗号帮忙下面，甲因老母、甲因阿姐，而且暗看下面，嘛较无偌久啦，较啉3个月吼，哇！迄哭声足大声，惊叫发现着因阿姊就甲因老母讲，咱来溪边慢就甲迄个芦苇转来编一篮，甲因遐出产的迄石油甲抹的，互伊无法度涉水入去，然后等打了，甲摩西放伫篮内面。米利暗就是伊的摩西阿姐，就甲即个篮挂摩西头头一个水内底撒到迄个定公主埃及公主会去洗身躯的所在，叫公主捡着认做客囝来养饲。这是摩西出世的时阵耶稣咧，两个时阵就险死啊！为什么？法老下令2岁以下统统杀掉，独独伊伫伊老爸约瑟顺服的下面，带着伊甲玛利亚伊的妈妈安然到伫埃及，然后伊就出埃及，出埃及了后，伊伫30岁开始出来传福音，上帝国的福音，到伫33岁。互定死伫十字架顶。第3日，照伊家己所有言的，伊有过活，伫泡沫中搁起来，然后开始，用伊所有当时军队伊的，遐学生、遐妇人人，用因显现，搁几啊遍，互遐一大群有听过伊宣讲福音的这犹太人看见。然后伊才上天，互天使接去天顶，这是上帝大病。知影这？问咱买当，既然你来咯，我问咱，不管是第几代基督徒，咱拢会当真正对圣经的记载，对咱顶礼拜哇足欢喜的过节，圣诞节是基督徒一年一摆的过年啦。不是迄个除夕除夕是2月2月份的事情。咱今年的12月2日，咱就已经过了，咱是基督徒真欢喜大好的这个佳音消息来过了年。所以望咱会当真正毋那礼拜日来做礼拜，还是就管参加各组的聚会以外，咱大家会当看。读圣经、祈祷，甲上帝交陪，然后顺服上帝通过圣经要甲咱讲的话，要甲咱提醒的旨意，互咱会当伫咱生活上平安脱险。咱同心头来祈祷。谢谢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出世，甲你的死过活，互阮遮个受你呼召的子民，拢会当成做你所要拯救的对象。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1年久有做你的保守甲看顾，伫未来的1年，嘛愿做你继续带领阮公教会所有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也是同工，也是牧师团，愿将阮家己本身，搁一摆通过圣神交托伫你，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三个来吟回应的诗，信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大家起立来领全首。
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下同工。是阮疼痛的天父上帝，愿一切所有拢是对天父上帝的恩典所赏赐的。愿得到财富的快乐、智慧、才能甲机会嘛，拢是对你所来。愿天父上帝，互阮诚做各项恩赐中心的好管家。愿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恩赐、才能来服侍你。嘛，献上阮的金钱，为你的圣工所用，来表达阮的感恩，尊荣你的圣名，愿你感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刷下来报告，请持小长老。各位兄弟平安。今摆来介绍新朋友。新朋友杨月玲姐妹。我们来鼓掌欢迎她。她是住新竹的甜美三街这边。她的朋友是淑娟姐。要不要一起站起来？我们好，我们一起欢迎他们。好，欢迎以后常跟我们一起。好，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朱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分享信息。下周主日1月4号，在2堂礼拜中是要举办那个成人洗礼圣礼典，请有准备心来加入。那第3个小会决议，请我们自己看，因为有点多都是一些会长的名称。下面一个定期和会补选1名执事，就是因为少全弟兄移民到美国去工作，所以请辞就任执事，我们要再补选1位。因为第3项
这个第3项是要讲这个8楼会堂要定制这个桌子，还有那个地方要把它围起来，就是做屏风，啊，这个部分，还有电视这个部分规划做电视架，把它架起来可以调整角度啊，让我们这边比较好看。这次整件的事情啊，有很多各位兄姐有提出很多的建议啊，这边都收到了啊，大家在有声无声的我们都收到了，那我们渐渐的去改善啊，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我们有一个同意3月份邀请李伟岳牧师到2堂礼拜来讲道啊，是他儿子以前的见证。儿子现在也是身体有一个罕见疾病，所以我们让他来做这个见证，我们一起来为他来祷告，关心他。然后我们审核2026年的定期合约即在人在的陪参会员有224名，审核会应出席的会员，我们定期合会的议案，那预定在1月25号。召开这个定期合会，请兄姐注意一下这个时间。那财务组请郑琦长老来报告一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到今仔早起吼，存款是差不多27万啦。咱年初的时阵是37万6啦。所以一拜，上帝恩典多好教用安尼。我重点就要讲这项代志，阮要结束迄个年底嘛迄个阮咱合约手册咱会看迄个大概奉献收入，永早拢有人较慢得来甲我讲，这看唔到去，遐看唔到去，所以变成阮的合会手册拢爱做，还要再重新做变动。合会手册。咱拢定案了，爱送去中会存档备案的，那佫改佫甲迄边佫抽转来，佫送一摆，所以请大家这2天，然后奉献的拢较注意的，就是讲因为他头前已经拢讲过啊，我想是安尼就这2天即摆顶礼拜大家较清楚看者然后我们顶档来甲阮讲者，另外是结束的代志，因为玉山是明仔载放假，过来伊是拜日到法律去银行。那阮若有要立钱较大条的，拢等于用提款单。那今日若无出现，大概都无机会等于所以那有啥物大条钱能够最好是今天就来申请。今天中午我们就知道把钱可以安排一下。那这个。线上收入的部分，特别是给团契的或者是给专案的，你今天或明天再进来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再转移从邮局的户头转移到银行。咱这嘛汇款的账户是邮局，那是阮的经常费。但是咱的专款还是对内奉献是另外一个户头。查销的时候，这2个是分开查。那你哪个明后天你要汇到这个？团契的啦，或是专账的，你汇到这个邮局里面，我就没有机会再拨回来了。账会不平，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可以，明年也没有那个专账，明年奉献也没有关系。好，报告到这里，谢谢。来因祝福车恳的诗，信诗388首，应当归信拜上帝。其次线，请主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
因我主耶稣基，愿我主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保守，甲咱正大家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